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7月11日公视第2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教育部开放18国家甲地区来咱台湾读册学生日南地好。伫6月2日，竟有3位学生今仔日检疫期间到。7月9日，也无风台形成，有专家料想今年7月未做风台可能性真悬。日本大水好拼卖力，大损长救助，但已经伫66人死亡，16人失踪。受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的影响，气象局今仔日针对14县市发布高温的警告。台东关山气温上悬，升到37度9。另外，7月9日农业无风台加起来，都有专家料想，今年7月未做风台可能性真悬。日头挂天顶，万里无云。新北市中角湾沙埔有人跟着冲印帮队影，也有一家人出去耍水清凉，也毋过泡伫水内，日头赤呀呀，游玩真拍。民众讲也是真热。太热了，所以想说来避个暑，玩一下水。擦2次吧，对。就怕他们晒伤。对。在伊全台受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沉降影响，天气好天真热。中央气象局针对14县市发布高温警报，上高温伫台东关山中昼12点50分测伫37.9度，第二高温的南投下昼15点10分有37.8度，第三高温的台北测站中昼12点09分37.7度，其他包括云林县、高雄市甲花莲县下晡气温也拢超过37度。天气小复热，热伤害就诊人数也升悬，经济卫福部统计，到7月初10全台热伤害人数达到19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6倍，国家是4年来升悬，通报人数前3名是台中市、彰化县甲高雄市。今年很热很热，现在还没有，现在才初夏而已，就这么热，很吓人。今年7月明显比往年热，也毋过拢已经伫咧到月中，却一直无风台形成。有专家预估7月无风台形成的几率真悬。目前看起来，整个大的环境应该有机会会持续到整个7月底，乃至到8月初了。气候平均值，台风会生成3.6个，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台风的数字是比较低于平均数。专家指出，过去记录上7月份至少拢有一个风台形成，历史上上晚形成的风台是伫1975年7月27形成的马美风台。今年有机会破纪录，也毋过中央气象局长戴明典认为，大气变化快速，也袂当伤早下定论。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永和区文化路一搭建筑工地，伫今日施工的时，拍算是工程有过失行啊，煞放入地势加速管线离开，加速漏泄，车路放起，佮造成规排徛家厝变形歪斜，现场紧急疏开100过3人，加载无人伤亡。文化路113项规抓路放入地势加速管线离开，加速漏泄，范围恐惊继续分开。四边的面体也受牵连，为着安全，大先疏开80号架降100过3人。消防局接到通知，随派水车布水线来防护。施工单位也吞头来补救，高加速公司抢修管线。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嘛已经到现场指挥。来讲，台湾铁路局往7岛的自强号火车早暗伫彰化准备入站煞摆尾。加载无人着伤，这个火车经过透明抢修，伫今仔日透早4点半恢复通车。这站事故遭到59班车抓，2万多名旅客受影响。意外因单现时调查当中，代替强调，若有人为的过失，定着照规定处分。无暇目前北上南下列车需停靠第1月台，请旅客注意搭乘，感谢你的配合。车站暗代替彰化站的月台客满旅客，因为会当讲每一班车拢满分，原因是一个要为彰化发车前往7岛的自强号列车，伫彰化南边准备进站发车载客时，发生摆尾事故，真侪旅客拢唔知影到底车什么时阵会来。原本是8下要等半小时。他车子的问题呀，每次要等啊，车票没有。列车摆尾造成西正线铁轨路扭曲变形，好佳在无人员伤亡，也毋过只剩东正线会当单线双向通车，旅客受到影响。经过代替透明抢修，伫11透早4点半左右恢复双线通车，统计影响59班次，大约2万多名旅客。虽然没有乘客在车上，这整个脱轨的事故也已经展开调查。
那受到影响的当下轨道有发生变形的状况。那在今天早上4点30分的时候已经抢通完毕。相关的一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目前运安处正在调查当中，所以目前暂时不便对外发言。因为白马列车当时并无载客，所以这件事故并未交付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目前由代替运安处调查中。代替强调，若果有经费疏失，将依规定处罚；受到影响的旅客将依规定进行补偿。记者综合报道。海军陆战队伫这个月初3操演发生意外，造成2名士官兵殉职，1名官兵重伤，也伫病院咧救治。今日电报副总统赖清德去到医院探视慰问家属。另外，伫事故当中小可食罪的官兵，伫今日中昼已经顺利出院。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到国军高阳总病院做野分院，去探望也伫甲护病房救治的海军陆战队中士阿马勒道卡杜，并且向伊阿姊甲某囝表达慰问。介绍，这个是台北大学校会林会长。赖清德表示，国军保家卫国是国家安全的瓦靠，海军陆战队更加是水上骄灵、陆上雄兵。这摆汉光演习发生不幸意外，和民众感觉唔甘，搁再代表政府来关心。因为我也曾经是临床医师，那我可以清楚看得出来，阿马勒中士在医院里面是有受到院长率领的医疗团队很好的照顾，跟很好的医疗。我们也一起集气，让阿马勒呢在医院接受最好的医疗的状况之下，也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现在中士的情况算是稳定，那现在需要呼吸器的资源，那我们在控制他肺部的感染，那我们会尽全力的来持续跟他治疗。这阵阿马勒有案必须使用叶克膜加呼吸器协助，什么时阵提调？院方讲也需要看病情状况。赖清德也呼吁民众斗阵集气，帮助伊渡过难关。随后赖清德也到顺职上兵，但只营旗山旧厝的灵堂内念香致意。另外，并准时小可遭受伤的女中士陈玉莹在11中昼顺利出院，会先休假，连工再搁转去军中。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开放18国家甲地区遐来咱台湾读册学生通入境咱国。到今仔日下晡5点，已经有278人入咱地土。其中伫6月2日入境的3位香港学生，伫今仔日检疫期间到，通出国行大陆。10月透早，反正0点完成14天检疫。东吴大学香港侨生王东宇随包车登去台北租厝的所在，看无2点钟就着机去到早餐店的店员拍招呼，过去拍篮球。就大家都觉得很久没见啊，因为大概快有差不多半年了吧，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大概1个礼拜都会见1次左右。我是觉得很开心，附近很多店的店员我都认识，因为毕竟我住在这边有大概2、3年了。之前香港场馆因为疫情关起来，来台阁是14天检疫，王东宇球一拍就是3点钟，就算是双手过被拍到红旗旗，也是欢喜甘愿。因为新检并且社群香港侨生反台关注小组的小编之一，王东宇讲，这几天港生问上济，就是申请留停甲防疫旅馆，而且小组阁整合，有一寡学校请学生家己找防疫旅馆，产生经济困扰。人在香港的时候，或是澳门，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找到防疫旅馆的。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不同的学校啊，或是其他的企业，或是他们有给他们的员工，或是其他的学生，基本上我们同学用个人的名义去订的话，其实是很难去订到这样子。因为香港疫情阁压起来，都惊有变数。小组目前拢建议港学生会当量早回台就回台，非得完成14天的检疫，让台湾政府安心，家己也放心，无破病。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大水河并袂离大升长九州，大雨警报发布到今已经过1礼拜，天灾已经造成66人死亡，16人失踪。另外，日本各地今仔日雨也开始南移，当局警告民众要提防水崩山。位在九州新本县北大市的金毛川河水是天然垃圾的咖啡色，水一直涨起来，淹过周围的报刊。日本国土交通省甲当地气象台在早时9点35分发布淹大水危险警报，呼吁周围民众保持警觉。位在日本中部的岐阜县下路市河水也上宽刷流，当局呼吁民众爱小心土石流灾害，并且随时注意避难的消息。受到方面甲低气压影响，日本对西部到东北地
区天气拢无稳定，新本县的上天草市，也佮有基辅县的高山市，拢落7点钟24米的雨量。气象厅对新本组合台风强期德岛、基辅甲秋田这7个所在发布土山灾害警戒。日本连日大雨，和九州这所在受灾严重。对头一摆发布大雨警报到11已经过1礼拜，已经造成66个人死亡，16人失踪。其中新本县灾情上严重，有60个人死亡，9个人失踪。11个在展开搜寻行动，不过受到大雨影响，晚了2点钟才开始。位伫旧毛村地区的老人安养中心千寿园，因为附近的河川涨起来，造成内底14个老人不幸死亡。86岁生还者想到测试大雨迄天，和职员叫醒走到厝顶去避。这老人要互搜救小组救出来，不过因为徛过设施也拢浸伫水内底，无法登去厝的。除了死亡甲失踪人口以外，新本县林吉市即阵也有27人是失去联络，也佫毋知人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新加坡国会大选的结果伫今仔日公布，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胜选，将要9成的席次摕落来。不过得票的比例煞无按算的好，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国会大选摕10席，是历来上好的成绩。新加坡初10举行国会大选，开票结果在1天尾公布。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国再胜选，伫93个国会席次内底摕下将近9成的83席，继续是一党独大的局面。不过，这摆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是61.24%，比2015年得票率的69.86%，结果是不如预期。But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r vote is not as high as I had hoped for, and we lost 1 GRC. Nevertheless, the result reflects broad-based support for the PAP. This was not a feel-good election, but one where people are facing real problems and expect more rough weather to come. 而主要反对党工人党是成功甲阿裕尼集选区甲后港大选区走掉咧，并且摕下新港集选区，在93席国会内底抢下10席，是历年来上好成绩。当时也是唯一得到席次的反对党。It's super exciting. It's a lovely time in Singapore's history. We are, after all, making history as we speak. I say the oppositions have worked very hard, so they deserve this kind of result. 你被看做李显龙接班人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这摆调降到人民行动党支持率上低东海华集选区去参选，结果成绩也不如预期，以53.41%小看赢工人党1点仔，也比2015年的60.7%较低。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民主派为9月立法会选举伫今仔日甲明仔载举行初选，不过选举进程风波不断。香港警察伫昨暗所在负责投票系统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提出今仔日投票成果中昼才开始。参选的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发声，即摆初选是要互国际了解香港人并无认输。希望大家可以係去到票站投票。香港民主派11、12舉行立法會初選，前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行上街路呼籲香港民眾攏熱烈出來投票，也為家己繳票。伊講無人會用有佇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是毋是法度順利舉行。這擺初選無的確是最後一擺香港人的自由選舉，愛互國際社會知影香港人無投降。It's time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put Hong Kong election under the global spotlight. If Beijing cancel the election, they need to pay a price. If they choose not to cancel the election, our vote will show we are the majority. 正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了后头一摆选举，不过投票开始前风波不断。香港政治家内底事务局局长不表示，民主派初选可能违法。香港警察更加在初三暗时摕到搜查令，到负责初选投票系统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讲有民众报案，怀疑个资外泄，提走一寡电脑甲文件。虽然民意研究所讲初选系统电脑是独立的，无受影响，不过因为安全考虑，原定早时9点到暗时9点投票，因此延后到
到中昼12點才開始。港府這動作也被質疑是伫威嚇選民買投票。當個結果公佈咗之後，所有透過投票系統所收集嘅資料咧，係會立即銷毀。咁希望咧大家放心，即係唔會咧係呢啲嘅資料咧，無論點樣係唔會咧係去即係攞出去嘅。To try to organize a primary election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they will los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民主派對投票率有信心，有計2天票數會有17萬，確實袂少投票站攏出現排隊要來投票的人。根據統計，3點鐘就將近6萬人投票。民主派初選是由民主動力承辦，有國民黨、人民力量、工黨才參加。民主派在去年11屆區議會摕到壓倒性勝利，這陣可能有機會在立法會70個席次摕下多數席次，所以提出35加公民投票計劃，希望取得立法會控制權。記者綜合報道。看倒轉來，咱台灣為拼高雄市長補選，今日民眾黨的參選人吳益政甲民進黨的人選陳其邁攏去到橋頭。吳益政針對橋頭科學園區大力批評行政院甲陳其邁這邊是呼籲吳益政就去了解事情，才袂有誤會。由立委蔡壁如陪同民眾黨參選人吳益政繼續騎自行車走遍高雄每一個所在，這一站來到橋頭，甲民進黨陳其邁早起攏安排橋頭行程。吳益政批評行政院力推橋頭科學園區，無甲原本的有機農民協商，也調故意相比寬偏感度。攏個用迄個模糊性的智慧型工業區啦，或什麼產業園區啦，其實安尼環保的條例有一個特殊性工業區，你若這特殊的行業超過細紋性。你的環保綠帶是完全不同的，橋頭它沒有，它就閃過這個。這個是國家重要的經濟建設啊。那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怎麼樣照顧我們這些這個農民朋友啊。那也會，我相信也會有完整的配合，方面都在進行啊，沒有所謂的閃避不閃避的問題。陳其邁表示，寬屏按照法規進行，對照顧農民也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呼籲對手加了解就袂誤會。陳其邁參加美術治療開訓典禮，也公告韓國路的賽馬場規劃，偏講的想法真歹實現。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李明珍感是有意延續。可以促進觀光的話，我們都是會大力的推展。那未來我們現在要主要的主軸，當然是未來在後疫情時代會有報復性的觀光，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報復性的觀光把它準備好了，然後報復性的觀光高雄剛好可以承接下來。李明珍無將話講實，表示會當促進觀光，就會大力推展。也毋過對比其他兩電影行程滿滿，李明珍拜六只安排一個行程，伊講是因為起步較慢，需要去拜託真濟團體青葉幫忙伊動起來。記者綜合報道。行政院長蘇貞昌今日是去到新北市的中港灣參加雛影的活動，甲囡仔兄囡仔姐做伙耍水。蘇貞昌表示，現時因為疫情，咱國人無法度出國，毋過推薦咱國人佇咱國內遊覽，欣賞咱台灣的好風景。日頭赤炎炎熱天，不少人到海邊佚佗。行政長蘇貞昌、交通部長林佳龍10日也到北海岸中港灣重影基地視察，觀賞重影表演，大家攏穿應景的黃色的衫。去年中港灣重影基地啟用時陣，蘇貞昌來告白，發現全部店員攏是查口石頭，希望也無清理，互伊真生氣。隔一年過來，伊學路進步真濟。我剛才一路走來，看到沙灘變得好乾淨，那我很希望一定要維持這個水準，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漂亮、國際客都喜歡來的地方。趁爺仔蘇貞昌也甲囡仔鬥陣享受大影的樂趣，伊表示，即馬受疫情影響袂當出國，推薦大家加佇國內旅遊。中港灣重影基地是中央甲地方鬥陣合作，就親像三杯罐，也愛中央地方鬥陣合作。不過前總統陳水扁捌批評，三杯罐發傷少，又閣傷慢，政府愛表達歉意。蘇貞昌回應，每一個人想法無同，不過即馬都是全力振興經濟。政府希望能夠促進消費的好方法，每個人都可以有他的意見，但是最重要就是讓經濟起來。林佳龍最近講話一直引起爭議，媒體當場問蘇貞昌安怎看，和林佳龍有點仔眼藥。你看他站在這裡，你還這樣問？蘇貞昌講，作為行政院長，對各部會攏會隨時注意做一個會做代誌，和民眾有感覺的政府。記者綜合報道。
受疫情的影响，旅行社甲市场上准国民旅游，针对文化这方面，就去发挥规划红包场，帮带个人体验较早光景。不过业者嘛破病，边界若无法度开放经营，无通开互正常者。同台湾的旅行社无定伫半冬内会有大量的员工受遣散。1970年到1980年代，那时候是台湾景气最好的时候。听众要怎么样呢？他今天是在这一间包了红包之后，赶快跑楼梯跑下来之后，到另外一家再去包红包。西门町旧大楼红包场挂手的宣传相片有淡薄仔黄，对于多数民众来讲，通常只是经过真少探一个究竟。也毋过有旅行社找来捌伫红包场超过30年的导游合作，带民众体验红包场的老牌施工。因为我们是做外国人进入台湾的旅行社，所以其实是3月之后，我们就是完全没有生意了。那就是大概在4、5月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希望来做一些比较特色的。其实太多旅行社它都是针对带客人去什么样子的地方旅行，可能就是太鲁阁啊、日月潭啊。那我们希望就是多表达跟人有关的。关心努力接待国外观光客来台，旅行社受到疫情的冲击。虽然近期各路市场出现希望，也毋过业者选择试着文化导览类型的主题行程，吸引民众报名上门。也毋过业者变通转型的同时，不免也是烦恼，全台旅行社伫未来半年将出现裁员等人事调整。就是做入境或者做出境的旅行社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我觉得半年内应该就会看到很大的，就是很多旅行社会有很大的调整。红包场也同款伫疫情期间生意落一半以上，最近解禁才渐渐恢复正常。少张掉到将近50%。现在有回来一些吗？目前有回流，从大概上个月开始慢慢有回流了。红包场捌伫1970、80年代真时行，西门町当时会当达到20外间业者经营，也毋过随着老营人渐渐凋零，红包场也只剩70、80柜顶，年长者会前往各路消遣。头家讲，西门町即马只剩3间也在做，就算是疫情无来，5光10色的红包场歌厅上，犹原慢慢走向时代目屎。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新竹国早合作特产，也新竹出来的国家第3级古迹中和宫核心线开3档的时间筹备文物馆，伫今仔日落成。文物馆等是按清朝时代留落来石碑、妈祖信仰的文化，佮有8馆种种正百项文物，就是望特产的传统，才会人文历史一代传一代。在8馆的音乐声中，开3年时间规划文物馆正式启用。馆内展示出几啊款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其中上有特色的，就是简正这几项8馆上人注意的家私，唔但雕刻功夫真有，佮刻出真侪历史的人物。过去居民组成了一个北馆的业余团体，叫新乐轩。那我们有一个展厅，就展出了他们非常精致的骨架。彩排以及各种绣品，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一个戏台，能够让参观者借由这个展厅了解一下北馆以及与北馆有关的各种活动。谚语的哈叫做竹雕难陆画跟难砍，所以新竹就是它最重要就是它的雕刻。所以透过我几年前的调查，它这里的木作的雕刻应该是全台湾最美的。中和宫主委指出，这届会使予这批珍贵文物会使在保存良好之下，搁一届甲大家见面，过程中实在是真无简单。文物馆是非常重要，就是除了妈祖100年的这文物以外，也有这个新乐宴这4点金吼这个木雕非常的这个真水的真有的吼。除了8馆文物以外，馆内底特展示出当初妈祖来台湾所坐的銮轿以及开基龙营、清朝时阵所留下来的石碑等等历史的文物，要民众会使为内底更加了解庙史的历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观众朋友，咱做来看下明仔载天气报。北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
东部这边上加26度，上悬36度。外岛地区上加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把这个树呢扭开了后，让咱小腿上粗的所在，小腿围其实讲实在有一个数字，查甫人呢爱34公分，查某人呢爱33公分以上。咱把这个范围呢，对来咱的小腿上粗的所在，安尼甲合起来。7月11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章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章。做头章汉字写作做头章，罗马字写作之耳者，特鳌头之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章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散步5时，就会去设度做头章，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愈乌头。愈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仔头、5分仔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仔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流济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看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爱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度，通常会先剪、修、洗头。若是要电头章，就用管啊、药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章，看是要染啥物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染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家己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搁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要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章，洗度剃平头，坐眉拍补，1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
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